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是秀兰玛雅入围第17届金曲奖专辑的歌曲，这是《风鬼好不停》。秀兰呢她有独特的唱腔，辨识度呢非常的高唱歌嘛真好听来，咱介绍这首歌呢，作词作曲是郭志怡老师好棒棒的歌的这个老师了写的歌都超好听的。那这堆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一下 E 等于 B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也唱歌要唱偌悬来你看咱家同学讲老师这干嘛爱介绍同学因为有的人不知道所以要介绍。你看这个音钢琴的这个键，我们大家就叫这样哆咪咪铃铃的风如果是这个是 E 等于 C 呢，我们刚刚说1 2 3的 E 等于 B， 这个等于这个所以这个是哆如果 E 等于 C 呢，这个是哆铃铃的风铃铃的风铃铃的风这个呢铃铃的风没变悬对不对所以这个音比较高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里解 E 等于 B， 就是他要唱音高要唱多高了所以如果你看如果太高，我们是不是我们唱卡拉的时候，卡拉 OK 的时候就要这样去对。那至于这个呢4分音符等于72是说什么？它的节奏你要唱铃铃的风，还是要唱铃铃的风又吹入阮心房如果这个速度越多，那就是1分钟的节奏越多，那它就越快那这一个呢是1 2 3 4来我们来看一下咪我给它讲一个key来咪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2 瑞瑞咪瑞瑞咪啦嗦哆瑞咪瑞，来再一次咪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2 瑞瑞咪瑞瑞咪啦嗦哆瑞咪瑞，铃铃的风又吹入阮心房，阵阵小雨劝阮免搁为你等，铃铃的风这个要前长后短要调一下，像跳房子一样吹入阮心房，吹入阮心房，这都要前长后短阵阵小雨，这个也是劝阮免搁为你等，免搁为你等这一首歌呢好多这种前长后短的，请要注意来这边来2 3 4咪嗦嗦咪嗦嗦咪啦西啦嗦咪咪嗦嗦咪嗦嗦咪啦西啦嗦咪这个拉西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来请看一下我表演的这个拉西呢只有半拍，后面还有后面一个半拍，那个拉西是前半拍，前半拍怎么样？我们右手打左手拉西，我打到这个手上的时候，拉西已经唱完了，后面的那个西呢才唱在这里，拉西拉西你看拉西拉西后面还有一个半拍的西，那个拉手呢拉嗦嗦只有这一小段才要唱嗦，这个嗦只有1/4拍这个拉有3/4拍，1 2 3 4拉西拉嗦咪拉西拉嗦咪，有没有发现我这个拉快要这个手拿起来，前半拍打下去，后半拍快要拿到我最高点的时候才要唱嗦，对，因为它只有1/4拍嘛，拉西拉嗦咪拉西拉嗦咪好，不能一直看岳云老师表演还有请大家要注意但岳云老师在打拍子的时候，请把你的手借给我，也一起来打，这样大家才会进步啦，总不能我一个人表演给你们看来
来，我们唱这里咪嗦嗦咪嗦嗦咪拉西拉嗦咪。阮期待又期待，22倒转来，咪瑞哆瑞三哆哆啦啦嗦嗦咪瑞哆瑞2、3哆哆啦啦嗦嗦咪瑞，到有现在有情要有，到有现在2、3。犹原是等无阮心爱，心是闭口音。到有现在2、3，犹原是等无阮心爱。咪咪瑞咪，嗦啦嗦咪瑞哆。这一句跟前面一样，没错，大家听力很棒啊！跟这个冷冷的风啊，又吹入阮心房，节奏旋律完全一样来。秋雨的暝，阮无你来安慰，搁一摆。秋雨的暝，阮无你来安慰，再一次来。秋雨的暝，阮无你来安慰。瑞瑞咪瑞，瑞咪拉嗦咪瑞哆咪瑞。瑞瑞咪瑞，瑞咪拉嗦咪瑞哆咪瑞，茫茫林海，这4个音都有装饰音哦。茫茫林海，林海，茫茫林海啊，来，2、3、4。茫茫林海，不知爱恁你你有2个音啊，所以你这个你哈，你这个你只要收尾音，你啊，伫倒位，那就不会抢拍了，对不对？茫茫林海，不知爱恁你伫倒位，搁一摆来。茫茫林海，不知爱恁你伫倒位，咪嗦嗦咪嗦嗦咪拉啦啦西啦嗦咪，咪嗦嗦咪嗦嗦咪啦啦西啦嗦咪。看天顶的星，念伫月亮四周围。看天顶的星，念伫月亮四周围。看天顶的星，念伫月亮四周围。咪瑞哆瑞，瑞咪嗦啦咪瑞哆2、3，咪瑞哆瑞2。瑞咪嗦啦咪瑞哆2，再一次，咪瑞哆瑞，瑞咪嗦啦咪瑞哆2。阮希望，阮会望，阮希望，渐渐为你来拍嘴2、3。阮希望，渐渐为你来拍嘴，渐渐都要闭口哦。来，阮希望再来一次来，然后接下去副歌哦，这啊后面就副歌了。阮希望，渐渐为你来拍嘴2、3。咪嗦咪嗦咪嗦，嗦嗦咪哆西拉嗦咪。咪嗦咪嗦咪嗦，嗦嗦咪哆西拉嗦咪。啊风啊风啊风，飘浪的心浪飞袂停。啊风啊风啊风，啊风啊风啊风，这都要跳房子啊，都要前长后短哦。来，啊风啊风啊风，飘浪的心浪飞袂停。哆瑞哆瑞哆瑞，瑞瑞咪拉嗦嗦咪瑞，哆瑞哆瑞哆瑞，瑞瑞咪拉嗦嗦咪瑞，嗦咪瑞。啊吼啊吼啊吼，你敢有看出阮心情？
啊好啊好啊好，你敢有看出阮心情？阮心情啊，阮心两个字是半拍啊，而且后面要拉长。来，我们从这里有啊红来，一啊风啊风啊风，飘浪的心浪飞袂停。啊好啊好啊好，你敢有看出阮心情？哎，好，来接下去，咪嗦咪嗦咪嗦，嗦嗦咪哆来西嗦啦，咪嗦咪嗦咪嗦，嗦嗦咪哆来西嗦啦。啊，风过雨无停，你哪会变甲这绝情？啊，风过雨无停，你哪会变甲这绝情？嗦咪瑞哆瑞，瑞瑞咪拉瑞哆，嗦咪嗦咪瑞哆瑞，瑞瑞咪拉瑞哆。再一次。嗦咪瑞哆瑞，瑞瑞咪拉瑞哆2、3，放阮一人，浮沉在海洋。放阮一人，浮沉在海洋。好，从这里来，啊，风过雨无停，你哪会变甲这绝情？放阮一人，浮沉在海洋。我们唱到这边呢，第一次就唱完了。好，间奏，间奏之后呢，第二遍唱这里。秋雨的暝，阮无你来安慰。茫茫人海，不知爱人你伫倒位。看天顶的星，念伫月亮，月亮四周围。啊，很抱歉，来从这里来。看天顶的星，念伫月亮四周围。阮的梦渐渐为你来拍碎。2、3，啊风啊风啊风，飘浪的心浪飞袂停。啊好啊好啊好，你敢有看出阮心情？啊风过雨无停，你哪会变甲这绝情？放阮一人，浮沉在海洋。2、3，啊风啊风啊风，飘浪的心浪飞袂停。哎，来，我们唱第二次，从这个秋雨的暝开始唱，一样唱个浮沉在海洋。2、3，啊风啊风啊风，哎，这里1、2、3啊，然后我们就要接这边哦，所以这里呢，这个还第二次这个还要硬直唱3拍，有3拍又3/4拍啊，所以还有1/4拍给谁唱？给啊来唱。来，我们从这里来接啊来。浮沉在海洋。2、3，啊风啊风啊风，飘浪的心浪飞袂停。啊好啊好啊好，你敢有看出阮心情？啊风过雨无停，你哪会变甲这绝情？放阮一人，浮沉在海洋。停啊！这首歌呢，给大家唱到这边呢，就介绍完了。冷冷的风好听嘛吼，又吹入阮心房，慢慢啊，一字一字慢慢啊唱，阵阵小雨，劝阮免搁为你等。哎，大家如果行有余力，这个庄诗音记得要唱。阮期待又期待，你在你倒转来，到现在。有关是淡薄阮心爱，哎，尤其是这种跳房子的，要记得唱哦，哈，这首歌很好听哦，只是这个跳房子的地方呢，前长后短很多啊，
大家把它学起来，蛮好听的哈。来，如果您喜欢呢岳云介绍给大家的歌曲，欢迎到 YouTube 来订阅按赞啊，别忘了给我们分享哦。给你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